并若是休困时啊，这新竹市的停车位就真歹找。即马又搁传出中央本年2亿外的预算呢，要来补助这延平路起地下室停车场的这场工程案呢，已经4届拢流标，而且嘛因为拢标袂出去，所以这条钱要互中央甲收回去，互地方的议员批评这市政府效率上歹。停车场内民众当咧找车位，甲你想要伫市区找到车位停，确实真困难。新竹市来讲，确实需要有些停车场要多一点车位。不过，即马却传出中央传2亿外补助新竹市延平路停车场地下室工程，却因为市府流标4摆，地属预算过期，还有中央，引起在地议员批评。那是否呢招标不利，又提不出具体的调整方案，却把责任整个归咎到补助期限、补助单位哦？那我想高虹安的团队对于市政建设的这个推动的执行力跟执行效率一再的让人感到摇头叹气。毛民众替市府讲话，指出这几年原料直直起，工程会流标4摆，一定有伊的原因。认真来讲，你种土方较早1-2000块，你种加5倍，你想人敢有可能要学？都无法度，无人要来标就对啊。都一个项目来标了。当初在申请时候的造价补助的部分的基数是以1坪16万，但是到了现在，其实1坪呢都已经超过了22万，所以其实确实在当初在申请的时候，跟后来经过几年之后核定的这个价格，确实是有相当的落差。也希望中央还是能够尽速再考虑一下，能够再将这样子的一个补助款呢继续提供给地方政府。市府表示，停车场改建工程是甲原来的停车场改做地下2站，当初是总经费3亿6500万，中央补助2亿。这几年原料起价，对地方政府来讲，确实拄到无人来标的状况。希望中央在经费上会当继续协助。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